来报喜啊！想知道帮我说想知道3个字。这有关你我啦，你听有意思哦。这酒驾这行为有关你我啦。来报哦！来，音乐暂停。来，各位线上好朋友，首先先谢谢你们说生日快乐，但是今天我真的不快乐。来，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来，我跟大家探讨一件事情。你认为酒驾的行为啦，在台湾呐，层出不穷，撞死人的很多一大堆的，那为什么有人还要偏偏酒驾？你们可以解释给我听看看吗？你们的认知啦，你们的认知，哦，你的认为感觉讲酒驾这个台湾这个社会，这社会事件发生这侪代志啊，为什么大家人继续要啉酒，对不？为什么一直喝酒，然后开车呢？骑欧多拜呢？为什么？我很莫名其妙嘞。我刚刚要上班的时候了，我要上班的时阵，我拄好驶到我的车，我甲大家报告，我拄好驶车，我拄要出门，我要出门，算阮兜拢是巷仔口，我家是巷口，哦，阮兜是巷仔口，我车如捌去，要左转，我左转，我变成我是干道，哦，左转过去我是干道，在中间有个十字路口，我慢慢出去，我的车头小可在捅出去，因为我要看左右来车嘛，因为阮兜是巷仔口。我要出去，我看左右来车，那刚好这一边我左边有一部车挡住了，哦，所以我要通出去的，我要甲小车头捅出去，所以我头壳探袂到，看到倒手边这个路况。来，这个时候我小可捅出去时，我一台奥多麦急刹，我多嘛急刹打动，好佳在我时速无紧，我时速不快，真的不快，哎呀，足紧人讲这个就呛落啊。来，刚好捅出去，伊多急刹伫我的车头，动落来，叽一声，我多迄当阵我头毛是拍开的。我头毛是拍开的，我讲大哥，啊你即摆是徛倒摆拢免看哦。然后伊就讲，无啦，迄个嘿啊，我要上班呐。我讲大哥，你即摆是啥物情形啊？你敢要差咧弄着？你敢知？伊讲无啦，我就要赶上班。我讲你赶上班嘛，毋是安尼吧？伊讲我就少年的歹势啦，我都毋对嘿啊，歹势。来，我就落车，我就直接下车了，无弄着了，我就落车，我走近，我惊去，浑身酒味。我讲大诶。你是毋是啉酒？伊讲无啦，就伫厝啦，伫厝甲朋友伫坐有哦，咧啉酒啦。我只要赶上班，要赶工地啦。来，我规个火倒起来，你敢知？我现甲叫啊，做无客气啊，3日金先问候他，什么叉娘的嘛，我就先甲叫嘛，我记名叫的啊。我讲大个，你敢知？你啉酒你袂使徛倒摆，你敢知？伊讲无啦，就啉一次啊尔，嘿啊，少年的你也莫啊受气。无甲你弄掉啊！我搁甲叫，我讲什么叫无甲我弄掉？什么叫没有撞到我？那你不知道台湾不能酒驾吗？伊讲我就知啦，少年莫受气啦，你就嘿，我就甲朋友伫遐啉一次啊，安尼尔。看你咱讲啥，迄个弄掉，恁别甲处理啊，你敢知？然后我就讲无来叫警察，我叫警察过来。伊讲莫啦，拜托的啊，少年的，莫安尼啦，嘿啊。吼，我一个老伙仔人吼，哎呀，莫安尼甲我欺负。各位朋友，他酒驾，说我在欺负他。你若话说是恁袂堵拦吗？嘿，台湾的一点宣导再宣导，喝酒不要开车，很难吗？很难吗？哦，原来喝酒是小事哦，原来喝酒骑奥多拜开车还算小事哦。安尼你就爱保证讲，迄酒驾袂弄到恁兜的人啊。我讲坦白话。他认为自己没罪啊。对不？人家也跟我对不起了，对，没有错啊。可是他酒驾，我就是突然这款物件，因为我本身我无啉酒啦。我讲坦白话，线顶的朋友，我跟恁讲。你哪有听过讲朋友讲啊？有时候来这边来，我请你喝酒还是怎样的？我是在线上说我不喝酒，有没有听过我讲这句话？你听有无？真的啊，开车跟骑车都不要喝酒了。你不对也要叫人家原谅你，人家也跟你对不起了。所以那个曾明挺，
你的认知是说他酒驾的行为是可以的，至少他没有碰撞到我的车子，是这样子吗？你要讲的概念是这样的概念吗？是打是。你今晚跑我看无啥有啦，我跟你问一下啊。您听我，各位线上好朋友，不要觉得说我开这场直播、开这场讲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情，没你的代志。我跟你讲，都跟你们有事情了。我跟你们讲一句话啦，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天来啦，你懂我意思吗？拜托一下，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把酒驾直接判死刑就好了。你酒驾撞人，直接判死刑就好了，你免个考虑啊，真的不用再考虑了。你酒驾害死多少的人呐、啊？害死偌济人啊？您看过小微新闻啊？你讲，你们这些人，我跟你讲，不觉得说啊，不干你们事，我永远不会遇到，总有一天还是会遇到了。您听有哦？啊，这都台湾是他妈的鬼岛啊！哎、欸，我好端端的我开车出门，然后被一个酒驾阿伯吓到。我拄好有落车，我也无落车，可能刹车驶，我做我行伊啊！你听有无？我车我拄好驶的做我行伊啊，我就直接走了。哦，然后他继续骑欧多拜，那是不是更加危险？我下车跟他对峙对完讲完之后，有没有？他一直跟我说对不起，我讲袂使，无安尼我报警，我马上报警，我直接报警啊！伊无搞弄掉啊！对不对？他没有赚到我，但是我直接报警啊！我讲啊，特别等下，你啉酒，来，咱叫警察，咱叫警察。好、哦，虽然你无搞弄掉，我叫警察啦。啊，你看，你知意思无？伊咧搞回事，我不要甲撤销啊！因为我感觉这种行为不可以啊！今日我讲今天啦，今天假设我说真的啦，我当下直接原谅他说，好啊，无代志，以后酒卖啉嘛，我车开了做我走。我跟你讲，后一秒你弄到人呢，下一秒去撞到人呢。对啊。下一秒去撞到人怎么办？对不对？各位线上好朋友。我拜托一下，如果线上有那个什么政府机关单位啊，什么立法委员啊，什么县议员啊，还是你亲戚朋友在那个做那个什么很高的官，有没有拜托一下修法一下？修法一下，对我直接检举报警啊！我讲阿伯你莫走，我报警。嘿，你安尼骑到倒摆嘛做危险的，你搁啉酒落去啊！哦，我今日若无报警，咱讲真诶，我对不起我的良心，我甲讲啊，伊伫搞回事，我要甲撤销啊！你听有无？因为我本身我就讨厌酒驾这个物件。为什么？来第一，你酒啉的啦，唔就是大项啦，无就是冤家相拍啦。来酒啉的，搁开车顶英雄啦，讲我无要紧，我车开会转去，开到后壁咧。有看过社会新闻吗？支离破碎的，什么叶冠亨啊，有没有印象？还有那个谁，开车撞什么东西，我也忘了啦。台北的嘛，还有一个叶冠亨嘛，对不对？迄种话做领导的人呢，对不？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台湾人真的他妈很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法律啊？这是什么法律啊？酒驾判的比，怎么讲？酒驾的刑责比一般的什么案件来判的还要轻，缴个钱没事的，缴个钱就没事的。如果是漂亮妹子，我还是一样报警，我嘛是报警，做简单呢。你啉酒就是唔对嘛，你干嘛喝了酒，你干嘛上路呢？你喝了酒可以代驾嘛？说你要赶着上班，那是理由吗？那是理由吗？对不对？我相信各位线上好朋友，如果你们今天遇到这件事情啊，你没堵啦，你没做生气的吗？你今天就好像我讲的，今天我生日哦，我今天怀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要出门上班的，结果遇到这种鸟事，那我今天呢得过且过怎么办？我得过且过怎么办？今天不是讲我做正义的哦，我是感觉讲这个行为袂使，我先报警啊。我一定要先报警，我才能安心的离开。虽然他没有撞到我，但是我怕他下一个或许就真的撞到人了。真正就刚弄掉啊，刚弄掉要安怎？万不然弄掉迄个人死翘翘要安怎？你听迄概念无？酒驾是不可以，可是什么叫做还叫警察？对方说对啊，是有跟老邱道歉，然后也被你干掉，还叫警察，我觉得你这句话就不对了吧？吴尚进，你讲这句话你就唔对啊，你敢知？哦，尚进哥，咱讲真的啦，叫你一声阿兄啦。虽然你有欺标我的泡面99块，但是我要跟你讲一句话。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酒驾没有赚到我，他跟我道歉，所以我就不用报警了，是不是这样子？得过且过嘛？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就得过且过嘛。来，各位朋友，尚进哥讲的，尚进哥他所讲的，你认同的帮我打认同，不认同帮我打不认同。认同尚进哥所打的字，认同的帮我打认同。尚进哥，你今晚表达意思就是讲，酒驾
伊无甲我弄着，伊甲我一直甲我回失咧。但是我无甲报警，我就爱甲得过且过，安尼吗？是毋是安尼？提供酒驾是不可以，没有错，这句话是对的。可是人家也跟你道歉了，还被你干掉，你还叫了警察。啊，我问你一句话啦，今天假设好，我没有报警啦，我走了啦，我离开啊啦，伊若真正弄死人呢？下一秒他如果撞到其他车子，还是摩托车，还是对吧？之类的嘞伊若弄死人呢？伊若直接弄死人呢？若弄着恁兜的人呢？我问你啦，安尼你来怪我吗？反正你来怪我吧，反射吧，或许啦，你懂我意思吗？怪你没报警。哎，怪我没有报警嘛，还是怎样嘛？但是我感觉讲我就袂使，因为台湾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啊。你的酒驾，你都唔对，你干嘛骑摩托上路呢？你本身你就喝酒，那你为什么不走路？为什么不叫代驾？你听我的概念无？你坐计程车嘛？因为我感觉讲我的立场徛了对，虽然你无甲我弄掉，但是你酒驾行为就是不对了。就好比说，你看到一个小偷，他不是偷你家的东西，伊不是偷给恁兜物件，伊偷给隔壁的物件，你看到啊？你要报警吗？啊是你讲哦，小偷你好，嘿，尽量搬，无要紧，嘿，不是我的，嘿伊的，嘿，你尽量甲搬，尽量，你尽量，是这样的概念吗？是的，是。他说你可以叫他家人来。我哪有熟悉伊啦？别让他骑车。我哪有熟悉伊啦？靠背，我敢有可能熟悉伊讲叫恁兜的人来？我敢熟悉伊嘛？无遐用时间吧？咱就是交机关咧处理就好啊，是不是安尼？酒驾这个行为，我跟你讲，是每个人看到都他妈的很厌恶，包括你自己啦，包括你啦，上进哥，我讲真的啦，你听我的概念哦。我感觉讲我今日你拢全部徛会知。第一，伊酒驾，伊无甲我弄掉，没有撞到没有关系，来，伊甲我回失咧啊，但是我来甲报警啊，我直接报警啊，我没有错啊，我错在哪里？我也没有错啊。如果假设他下一个撞到你家的小孩咧，来去弄到你咧，来去弄到别人咧，你听啊，你莫甲我讲你袂足衰诶，别人叫人死袂了，无可能。我跟你讲，往往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到你身上。恁听有无？这或许是他的处理方式。这是我的处理方式啦。这我来甲恁讲一个概念，足简单的啊。真正有一个贼头，互你看到，半暝半伫遐偷摕物件，你着拄仔咧食薰伫阳台遐咧食薰，结果你着看到一个穿乌衫的伫遐爬来爬去安尼，爬悬爬低安尼，迄个三只手迄种的有无？开始要拼。来，你看到伊的时阵，毋是咧搬恁兜的物件，伊毋是咧搬恁兜的物件哦，哦，伊搬恁隔壁啊，搬恁对面的，啊，你咧食薰，结果你看着伊咧搬物件，你会伫遐讲，加油，继续搬，加油，继续搬哦，加油哦，安打，继续搬，还是你会拿起手机报警？还是你会拿起手机报警？对不？你听我的概念哦。我讲的概念是这个东西呢，嘿啊。嘿，那真正弄到恁兜人，你无可能搞公家话呀，你听我意思哦。真的撞到你家人，你不会跟我讲这种话啦。你来怪我，干你娘老邱，你哪无去报警啦？啊，你明知你酒驾，你哪不报警察啦？啊，我就赶上班啊，你敢接受？你不会接受嘛，对不对？啊，不要，我跟你讲啦，不要说认为说我开上来要炒人数干什么的。我今天真的他妈很生气啦。那今天晚上是你没生气吗？你没赌单吗？对吧？我讲的有道理吧，各位朋友。刚刚你认为说我用这一套来诠释酒驾的行为，就是小偷那个这一套模式，你认为我的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听有哦，你听我嘿啊，像郑捷杀人啊，也不能帮忙报警的概念，反而只是路人啊，对啊。不可能是安尼吧？苏花玉多少？你有看到苏花玉哦？你自己开啦，苏花玉你自己开。你把揪出来呢？你给我知这个塑化玉呢？这个塑化细菌呐、啊，哦，这个塑化细菌你听有哦？对不对？我要讲的是大家千万不要酒驾。大家我线顶的120几个朋友。你感觉讲我咧插话题也好，你感觉讲我咧表演也好，但是我希望大家线顶的侪好朋友，喝酒下去的千万不要开车，不要说我禁止你喝酒，不可能。你酒咧啉会使可以 ，OK 的，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开车，可不可以？就这样子而已，对不对？啊，我今日也驶较紧的呢，我今日都赶快像要成功人安尼有哦，迄油门150，很多落凊彩，我甲劈过，都甲弄掉。我拄今日免开直播，啥物拢免做啊，车搁加修理啊，无刚才去无去弄掉，对不对？来，有哥你哦。就像有人要你跳楼，你会不会报警的一样意思啊？对呀、没有错啊。
对啊，GTR 差点变 GTR 啊，对啊，没有错啊。啊，今天又是我生日呢，啊，恁没生日要拄着这种代志，啊，唔好加在我挂一条好牙。这条是我昨天回来在公司带的嘛，对不对？各位线上好朋友，我讲的，我说我不一定让你们认同，可是我讲的每一句都是事实。你酒驾行为你能接受吗？对不对？啊，我跟你讲，我报警，我等警察来之后我就走了。我跟警察先生说，他没有撞到我，可是他酒驾，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就好了。啊，我要先走了，啊，我的照，我就走了啊，对不对？不是啊，就换做谁都是会生气的。你雄，你在塞车，你在开多半，你怀着一个愉快的心情，你要去上班，或者是你要去找女朋友，然后你很守规矩的，你遵守交通规则，在你的干道上面，你在塞车，你开多半，那向一个车公安都要杀出来的时阵，你袂去惊到吗？你他们袂去告来吗？袂告来你先甲交吗？会吧？我相信大家应该拢是会吧，对不对？会打会，各位先生朋友，你们会打会？对不对？不要说女生还是男生啊，包括你自己，你要看直播也是会的，对不对？我讲的是，我也会生气啊。我他们过来讲，你这徛什么小啦？哦，你这徛什么小？我稍微修饰啊，我东话不是安尼讲的啦。你徛什么小？哎，对不？对啊，真的遇到就是报警嘛。啊，虽然没有撞到我，没有关系，我就是报警处理而已啊。我跟你讲哦。我有大卡车的执照啦，各位朋友，我有大卡车执照，好不好？我可以开到21公吨呢，我大车牌呢，拜托，我职业大货车呢。来，那个姐姐你在吗？姐姐有没有在？那个细菌，那点细菌在不在？来，大家晚上好。好，我不是要吵人数，也不要制造话题，我是要让大家认同说，酒驾这个行为在你们身上千万也不要遇到。千万也不要去做，就是这么简单。哦，我能改变我就改变某些人，哦，不能改变我也没办法了，我也无法度啊。这真正叫干掉啊，系啊，你干一个啊，对无？玉伦哥，我讲的有影吧？是不是？将来江先生，有人卖仿冒衣服，你能接受吗？可以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你给我10个理由。为什么不能接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吗？我是可以接受啦。一领衫咱粗粗俗俗咧穿安尼就好啊，生活会得过安尼就好啊。你听我的概念无？啊，今天假设全部都是正品货咧，你敢买会落？你听有无？今开个台湾专线拢全部拢无仿的啦。全部拢正品的啦，一束衫拢1万外块迄种的啦，你敢穿会落？叫你穿去做工，你敢卖？我相信你应该无可能啦。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接受啊。为什么？莫讲我咧卖啥啦，好，莫讲我咧卖。我自我较早卖这，我就认同啊。为什么？我他妈也无啥，对不？对不对？那是我的认为啦。啊，你的认为我不知道了，你懂我意思吗？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啊，舒服就好。对啊。价钱有高有低，自己买的开心，穿的舒服就好了，干嘛去接不接受？那我问你啦，江大哥，安尼我问你啦，你叫江来嘛？安尼我问你，那你能接受一个莫名其妙神经病的男子开一个假账号上来在你的直播台上面吗？你能接受吗？还是你能接受说一个莫名其妙开个假账号，知道你家电话，还打电话去你家跟你问候，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你接受诈骗者被酒驾撞死，诈骗者是谁？哦吼，对不对？拜托一下，江先生，可以学学吕松汉，他跟你一样是特殊身份，人家是多么的高端，你那么低端，啊，讲那种干问题，恁听有无？对不对？我就问你一句话嘛，有低传跟高传嘛，对不对？啊，低传素质不好嘛，你能接受吗？你能打死他们吗？啊，高传素质很好啊，一样意思啊。就是钱多钱少。钱多钱少而已，好穿不好穿，好用不好用而已啊！你问这个干问题，拜托一下，特殊身份新进的、刚进来的，学学你们的长辈，学学你们的前辈好不好？素质拉高一点。你看吕松汉，伊搞我正一年啊，该通电话通25分钟，到今麦后边你看，他说什么？来，老邱，黑语讲一声来听听看看。我直接跟他讲，哦吼，为什么？
有默契了，有默契了。我还没但是还没真正成为的朋友，好，还没真正当做真正的朋友，但是已经有默契啊。你听，伊无搞我乱，但是我感觉讲的，伊讲的话我就好笑啊。你听意思哦？拜托一下你们这些太低端的特殊身份，真的很低端那一种的，拉高你们层级，拉高你们的素质。我讲认真的，你要当酸民，你要当特殊身份 ，OK 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但是麻烦一下，恁爸爸妈妈给你生来，你爸妈跟你生下来，拿钱给你，供你读书，哦，供你读书，拿钱养你的，帮你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很好。你长大之后，你选择当双民 ，OK 没有问题。那我希望你们不要让你爸妈失望，当高端一点的。我讲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我没有闪你问题啦，那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嘛，对不对？他说他不能接受正常人装神经病开直播诈骗，正常人装神经病，你有装过神经病吗？我当时甲神经病，神经病是你吧？你较正经的，好不好？啊，你伫我的大人讲真的啦，跟我讲这个问题，你生存时间多很多了啦，真的要珍惜啦，好不好？哎、我知道你以秒计费的，松汉哥，我知影你以秒计费，好啊，较冷静的，好，冷静一下。你有诈骗谁？我有诈骗谁吗？我诈骗到你吗？有啦，如果真的有诈骗，就诈到你妈妈啦，你懂我意思吗？好，去骗到你妈妈，你听有意思无？去拐到你妈妈，就安尼尔，无其他拢无啥。恁听有无？你开起来，你咧甲我作假，无要紧 ，OK。但是我感觉讲你咧讲啊，爱凭你的家己良心，你自己凭你自己的良心讲就好了。你要讲干话 OK， 但是你讲一些真的很是干话，那干话。你不要讲一些真的，我认为觉得说你在拆我的台，还是干嘛在闹呢？你懂我意思吗？高端一点啦，好不好？真的啦，真心觉得你要高端一点。逻辑是我们有点不太了解。刚刚你讲的物件，阮在座三个都其实拢听无啊，你敢知？爸妈生你下来，结果诈骗卖仿冒品，对得起爸妈吗？这个是很无聊呢。我哪里诈骗到你了？我们都有讲呢，我们都有讲呢。做服务呢。你是智障吗？不要骂人家智障好吗？好，不要骂你智障，骂你什么？神经搞不过来。无啊，无什么形容词在形容伊安尼。他就是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他，你干嘛还在？好了，我跟你讲了，各位线上好朋友，那个将来就是本来要来乱的啦，那没有关系，给他乱了，好不好？给他乱就好了。啊，我先跟你讲真正，将来，迄若我是恁爸吼，咱讲真的，恁爸做协会甲你生出来，早知当初是你们来装咧壁顶，装咧保险套内底，生出来就是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你把这些时间拿去做一些公益，不是比较好吗？陪陪你的女朋友，陪陪你爸爸跟妈妈。我可以给他禁言。可以啊，等一下他禁言，等一下禁言。我很好奇，他现在讲这句话，所以你认知只有酒驾不是人，诈骗是因为。我跟你讲，诈骗这种东西是你怎么去骗人家，我们没有骗，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你如果说要骗人家，哦，最近新闻对不对？你自己去看外面的。我今日要讲的是酒驾，啊，你搞我牵拖到遐去。拜托一下，你要刷个存在感也不是这样，你可以学李松汉呐、你可以打说老邱黑语怎么讲，我还是会跟你回答。可是你讲这些，我跟你讲，如果你爸妈真的在天之灵看到的话，这样真的会死不瞑目。我跟你告诉你，真正的，恁老爸生你这气会出来，咱讲真的，饲你养你生你，要为社会来贡献，结果唔是你走来做选民，啊选民做的就算了，咱讲真的，你愈做愈给看。拜托一下，你层级与我管。他说你本身就算是可悲啊，一口仁义道德了。我没有很可悲，我没有仁义道德啊。我讲的话，大家有没有认同？是公道自在人心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好像你看到我，你不喜欢，你跟我泡个两句，我也是要回答你的问题啊。但是我跟你讲认真的，你不喜欢看我的台，你不喜欢听我在讲话，你可以划过去嘛。来，各位线上朋友，可不可以划过去？可以的，可以。拜托一下，刚才恁爸咧讲话就甲你掩饰啊，你听有无？莫讲我甲你掩饰啦，刚才我线顶一人一句就甲你掩饰啊啦。你听有意思无？你根本你的智商甲你的智慧是无法度去甲阮遮正常人去做伙去讲遐物件，你了解无？安尼你有了解无？将来好不好？拜托一下啦，真的不要在那边丢人现眼了。所以你的意思也是讲说，你可以在后面当键盘手是应该的，是对的咯，是这样子吗？哎、真的是白痴啊！不想看就对呀、没有错啊。有人就这样讲，子琪姐也就这样讲了啊。那没有办法，台湾就是社会，我不可否认呐。我讲今天啦，各位，我恁听我讲一句话就好。我感觉讲酸民他一定要存在，我相信每一个直播主应该是没有人会这样讲的，你们认同吗？
可是你问我说酸民可不可以存证？我给你直接回答，不用考虑，真的要存在。为什么？它可以监督我们的行为嘛？它可以监督我们的行为嘛？他们好像是立法委员嘛？我们就是政府高官嘛，对不对？假设啦，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在干嘛，他们会看嘛？对不对？他们会看，会监督嘛？我们做错，他会攻击嘛？可是我们做对，他要鼓励啊。可是这个江先生，我跟你讲认真，他只会攻击，他不会鼓励啊。他看他打字就知道了啦，学历真的很不高了，你懂我意思吗？各位线上好朋友，你是正常人的，你认同我讲的，打认同。他说你不喜欢我打字就闪过啊，还回我一个。那你可以不要那你不要看啊！你不要留言，你出去。对嘛？拜托那个江先生，我跟你讲，你今晚是怕人话救人呢？真的有够烦。我今晚是有跟你讲用8人大轿给你抬过来看我的直播吗？我应该是没有吧？这是我们的粉丝团，你可以划出去。这个袂输啊，是阮兜，你听有无？这若袂输阮兜，我无甲你邀请，你亲门大户门就拍开，甲你买干胶的意思呢？官方，我今天终于认同你讲的话了。懂啥？也没人叫你进来看，不是？决定选在直播组。来，给官凤掌声鼓励一下。这句话我认同。这句话我他妈的真认同了，我的真正认同啊！人家官凤也是特殊身份，你不能学官凤跟那个吕松汉吗？对没？你不能学怡君姐吗？陈怡君嘛，对不对？你不能学辛好腾大哥吗？这很高端的呢，拜托哎！你这种的做法就有点像你亲门打后到人家家里面说，再搞拍，再搞拍。对啊，你这样的行为会让你们的酸民会唾弃你呢，拜托一下，这样子。拉高一点呐、人家酸民也要生存呢，你是拉低这酸民界的那个呢，我讲认真的呢，奇葩。那叫奇葩呢。哇，你讲迄你的做法吼，连你遐酸民拢看袂落啦，真正甲你配单配烂，用配单配烂，你听无？可不可以给他禁言？他可以滑进去他马子里面，对呀，不要来滑在这边。对啊，各位朋友，你觉得他逻辑很奇怪的，帮我打+1。你觉得他？你松啊！好，你看，我跟吕松汉也有过节啊，我跟关凤也有过节啊，可是为什么这两个还可以存在我的直播台？他们就事论事啊，幽默啊，就事论事啊。那你嘞，检查者，拜托者，麻烦一下学他们高端一点的。你可以存在，但是你所作所为，你的素质要拉高，好不好？拉高一点啦。今天啊，没有，他说你既然你怕被人说，就不要开直播啊，被人家讲你就在那边那个。很可怜哦。对啊。莫为了咧讲咧有诶三炮两炮啊！咱讲真诶啦，你只要说可怜的，你安怎可怜？你敢知？迄个恁爸恁妈看到你直播里面顶安尼，我讲真诶啦，真正后悔就死啊！那当初是你要甲伊洗啊，咱讲真诶，恁老爸可能装伫保险套啊，直接设在保险套里面的。是头被门夹到。对啊，你头去门去用夹掉遐？你头去用，你头去用门夹掉吗？你有小时候有撞到那个头，然后有一个洞。对无？啊，我今日咧讲酒驾，还是我的故事要来分享给大家安尼尔。啊，你日记版就甲我靠背了。各位线上朋友真的很奇怪呢。我今天是不是在讲我的事情？是的，是。我在公外，我刚刚亲身经历的事情，来是的，是。那只是宣导而已。我只是宣导说不要酒驾，就这样子而已。我也没有蹭人谁的热度啊，对不对？你喜欢听我讲话你就进来，你不喜欢你就出去就好了。那今天我有拿枪压着你说来，那个你要进来看我的直播，也没有啊，对不对？你的逻辑真的很奇怪，我跟你讲认真的、啊，你的逻辑真的他妈的很奇怪，怪到一个不行。那些 YT 的还比你有素质呢，你懂我意思吗？是缺乏温暖，最近变冷了，我知道你是缺乏温暖，对，你想取暖。有人说他可能小时候就这样子，大家不要笑他。太奇葩了啦！太奇葩了啦！这样子好不好？我刚刚从头到尾都在讲我那个什么，刚刚有人酒驾差点发生撞到我的事情。我要陈述这个事实给大家了解而已，然后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来希望大家不要有酒驾的行为，要喝酒也可以，但是你要交代驾，不然叫人家来杀，就这样子而已啊。我也没有蹭谁热度啊，我今天标题是笑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啊，干你什么屁事啊？干你什么代志？你听我啊，我给你拜托麻烦这啦。你要当特殊身份可以学他们，高端一点，就事论事，而不是刷存在感。学人家有素质啊。较有素质的，真的呐。你安尼咱讲起足可怜的呢。你迄比迄外口迄流浪的更较可怜，你敢知？迄着咧可怜啊，但是你至少阁有尊严的，你是连尊严拢无呢？你起码是礼拜我直播间是我洗面，你了解无？就事论事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把鱼甲黑。对啊，你拢甲鱼甲虾拢蓝蓝参参做伙讲。酒驾是酒驾，诈骗是诈骗，我们在讲
我们在讲酒驾，你在讲诈骗，你啊，诈骗关我屁事哦，是关我屁事。你有看过我上新闻过吗？有啦，上一次啦，发口罩的时候啦，安尼有了解不？生病在跟你说生日快乐。来，生日快乐，陈斌哥你好。没有啦，生日没有开副本的，就是刚刚我出门的时候，差点被一个酒驾阿伯撞到，差点输啊红弄掉。啊，我有下车跟他理论，我才闻到他有酒驾。然后我跟你讲，他没有撞到我，我没有报警。哦，我同下我跟你讲，同下我要报警。哦，后壁该讲我来甲报警，你听有无？哦，我刚刚讲太快了，有报警给他，甲报警就对啊。哦，我你气者真正唔知咩样讲话。好了，那个还有什么问题吗？江先生。他不在了。好，我跟你讲，不在就好了啊！谢谢你来我的直播台，带给我们这么娱乐的好不好？哎，啊，我跟你讲 ，YT 上面又有我的，哦，YT 差不多又有我的那个车路了，差不多，哎，帮我录好一点呢。可悲被酒驾差点撞死，骂酒驾，你爸妈要是被诈骗，你会不会骂？哎，歹势，阮爸就死去安尼，我剩妈妈尔，你会使讲阮妈妈，袂使讲阮爸爸，哎，安尼有了解无？哦，啊，我跟你讲啦。我先祝福你一件事情啊，我祝你全家得肺炎了，我祝你全家出门酒驾会被撞了，你懂我意思吗？好，我你别吹槽嘛，吹槽嘛，安利塞吧，各位先生朋友，他嘴巴很臭嘛，那我可不可以嘴巴很臭回他？可以的，可以。对啊，你若要甲我吹泡，我嘛甲你吹泡，我对你无客气啊，你听有无？你这个行为叫做白目，叫做白目，你若无咧甲恁爸尊重啊，我跟你讲，我也免甲你尊重啊，你听我概念无？你懂我那个意思吗？真的不要那么白目嘛。接电话线上直播。来啊，电话打进来，0482385579啊。来打上来。来0482385579啊，你打电话进来啊，0482385579，要打就打吧，对吧？啊，今天我生日没有关系啊，我就跟你讲电话啊，我跟你讲电话拿0604的，来电话卡几百，0482385579，来那个线上有 YT 要侧录的，麻烦记得帮我录刷一点，好不好？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好不好？我真的越来越喜欢你了啊，拜托一下，真的啊，好不好？哎呀，这句话在夸你呢，不是在贬你呢，好不好？来0482385579，哎，那个其实赚到你可以换8代的 GTI 了，对，没有错。那个 A 大想一想，你讲这样事情也是对的啦，好不好？来打起来，打起来，对不对？来打进来嘛，对不对？你打进来嘛，是不是？打进来呗。你说的我回向给你。你打电话进来吧，你的价值就没有比李轩旺还要强嘛，对不对？人家李双安大哥还敢打进来，跟我浪费25分钟的时间呢。大概600多块吧。大概600多块呢。对。哦，双安哥，我讲有影吧，是不是？拜托一下。你有种他打进来，我们就聊个天而已嘛，看你有什么意见你就讲嘛，对不对？那0482385579啊，啊那个李双大哥不要打了，好不好？你买个卡我个梳理啊，哦，等你再打进来，我就真的举白旗跟你邀起了，我说我不行了，对不对？来，你打进来嘛，对不对？蹭谁热度啦？谁？你在蹭我热度啦？好，我白跟你整，啊，大家跟你整拢会输。哦，你改看，你看松汉哥也跟我有过节，1年多的半年前的事情嘛，对不对？他跟我也有过节，可是到最后我为什么不封他？他就事论事嘛，他很高端的。来，你改，来喂，你好，嘿，嘿，是你好啊，你是江大哥呀？哎，我当时甲你骂高干低无声哈，我什么时候骂你？啊，你主讲我来诈骗吗？借问者哈，咱借问者，啊，我甲你诈骗着。我当时甲你调高干低无生，我当时甲你叫，你是不是咧鬼打墙哟？来，甲吵起来，等下来，我甲你讲，等下请伊来派出所做伙讲。来，电话甲写起来，电话甲写起来。来，电话甲写起来，电话甲写起来。嘿，咱请伊来派出所讲，看伊要怎讲。来，各位线上好朋友，你刚刚有听到我骂他吗？他说我骂他狗干猪母生呢。我当时甲你骂。啊！你头拄毋是讲阮爸嘛是同款意思，我毋讲阮爸死啊。啊，你有啊无啦？我问你啦。哎，哟，你用拍字的拍呢？你讲阮爸安怎拄安怎呢？
就少开车对啊！啊，你讲诈骗啦，啊，诈骗是我甲你诈骗的吗？我当时甲你骂。顶抓是当时啦。哦，你是迄个哦，你是迄个哦。哦，你是伊嘛对无？你是毋是迄个啦？你是毋是住伫台中殡仪馆迄个啦？是毋是啦？你是毋是台中殡仪馆迄个啦？是毋是啦？你是咧讲啥笑？我听无啦，啊无要安怎？派出所讲啊！你即摆是咧讲啥笑？哈？我嘛听无啊！你对哦，你著听无，我会听有啦。我当时甲你交到干滴无说，迄偌久的正经代志啊，你搁起来翻，我毋是甲你回失的啊！啊，你即摆毋是咧讲我即摆甲你交吗？啊，你即摆是来翻顶，是咧来翻啥笑啦？我当时咧讲着你啦，你即摆是咧安怎啦？来派出所讲啊！半年前的代志，你搁摕出来讲？我讲半年前的代志，你搁摕出来讲，你即摆刷存在感了啦！啊！我讲的爱大声，伊电话离我介远啊！哎哟，啊奇怪，我拢袂使耳爱叫这阮兜呢，哟哟！歹势大哥，现主时现场5个，从来拢无听到我甲你交。你咧讲的够干滴好势是半年的前代志，但是我嘛甲你讲过，迄毋是咧交你。你敢要开对话记录出来？我知你像啊啦，我知道你是谁了啦。嘿啦，就是迄个妹，迄当阵开篇毋是伫遮，我讲这个是相有哦，你有印象无？啊，就是迄个妹。迄都毋是美伊，啊，伊都意思讲我咧美伊妹。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啊，你干嘛说莫名其妙的啊？迄件代志恁拢知嘛？对我私讯就开出来啊！你继续讲啊！安怎咩？你啥物代志？我直播啊，我拢咧直播啊，我拢咧直播啊，所以咧，迄别人的录。YouTube 是别人的录，甲我无关系，甲我无关系。自头至尾当时甲你呛，你嘛是较正经的，好无？我当是呛你啥物件啦？我咧解说互你听嘛，是毋是？有。当时甲你错啦，无你去甲我告啊！无你去甲我告，你去甲我告。酒驾是老邱今天上班遇到的事情，诈骗是诈骗，老邱没有诈骗你啊！老邱没有诈骗你呀！老邱没有诈骗你，老邱也没有讲到诈骗这件事情。你把酒驾跟诈骗混在一起讲，怎么了？有够吵！就吵哦！鬼打墙！你是咧鬼打墙呀？无啦，你即摆是咧鬼打墙的哦。大哥，咱即摆线顶有百外个听你讲话呢。你是在鬼打墙吗？Hello。你即摆是要解决问题啊，制造问题。STOP stop。好，来 stop， 大哥，咱先动。来，你甲你的，你甲你。因为我伤远去啊，电话离我伤远去啊。来，大哥，好来 ，stop， 停止，来，大哥，你有啥物意见，你就甲我反映，我听你讲，来，现主席，我听你讲。请问阮倒有诈骗啊？但是你规段话拍起来，你甲我问讲，
来，你甲我问讲，那你对卖仿冒的有什么感想？我毋是甲你讲一句话。啊，我是毋是讲我互你听？哎啊，唔是要侧路啊？迄都毋是我侧路的咩？不是我们在侧路的，是别人在侧路。迄都毋是阮咧侧路的，你较正经的啦，哦。迄都毋是阮侧路。我哪我懂？啊，像我嘛唔知啊。哎，我嘛甲你讲啊。伟力哥说你不让他讲的话没完没了。伟力哥说你让他讲。无。我讲无。毋是。我无甲你交。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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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顶大家拢有看到。线顶大家拢有看到。即摆就会使放啊啦，即摆就会使放啊啦，对无？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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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台中进步的啦，你是台中殡仪馆进步的阿兄，无？迄敢是咧叫你？敢无甲你回？敢无甲你讲？大哥 ，hello，你稍等下好无？恁敢毋是甲你交啦？恁敢？啊！你互伊讲完。好啦好啦，大哥，我互你讲完，我互你讲完。哦，做运动。我互你讲好了没？互你讲好了没？大哥，迄句话半年前毋是袂理，迄当阵吴凯彬甲老邱拢有甲你批，伊嘛有拍互你啊，对毋对？对毋对？对毋对？啊，伊嘛无甲你吵啊！啊，伊嘛是有甲你吵，伊敢有甲你骂？我当时没。当时甲你骂啦。在。有吗？我有骂他吗？各位线上朋友，我有骂他吗？啊。好啦好啦好啦。啊，迄都毋是阮老婆骂，你听无吗？好啦，无你去看重播，你去看人的录影，你去看人的侧录啦。有头壳骂吗？就知影啦。好啦好啦。讲无嘛，你讲有讲无嘛？啊无你去看录影就好。啊无你去报警好无？你去报警啦好无？好啦，谢谢大哥，你来，大哥，感谢你的指教甲你的批评啊，好，感谢你，今天就感谢你的，多谢你，多谢哈，大哥，感谢你的批评甲指教。来，你莫讲的，来，头拄仔你讲的拢有录音嘛？来，大哥，你针对我嘛？你甲我恐吓嘛？
啊对啊，你甲我针对啊，我做什么代志你甲我针对？无啦，你因为阮拢有录音啦，啊头拄仔要甲你借问者，你甲我讲，你讲你针对我，你针对我是咧甲我强悍吗？拍谁大哥？我是公司的主管。啊，我公司的主管，我做公司的头家啦。好啊啦，你等下啦，我甲伊讲，伊咧针对我，你非得你著有录音的，哪有要紧哦？你大哥，你咧针对我嘛？啊，你是毋是咧甲我强悍？你咧甲我强悍哟？你是毋是咧甲我强悍？你是毋是咧甲我强悍啦？你是毋是咧甲我强悍？你是毋是咧甲我强悍？啊，你头讲针对我，我会惊。你毋讲你要针对我？有啊，你讲你针对我，我会惊。大哥，你针对我，我会惊呢，因为我毋知你后壁什么动作呢。啊，无我等下来去报警，好无？来，我来去备，我来去备案。来，电话甲吵起来，咱来去备案。大哥，我去备案，好无？嘿，来，我来备案啦，好无？谢谢啦，来，电话甲吵起来，咱来派出所。你有听到吧？伊讲你要针对我，我会惊。来，你甲挂掉，甲挂掉了，好吧？各位线上好朋友，他针对我嘛，我会害怕，那我来电话吵起来，行来派出所啊。嘿，那拄着即款，咱就是交机关来去处理的，伊甲我强悍嘛。烦呢。对无？来电话吵起来，电话吵起来。伊若要上媒体嘛无要紧啊，你甲讲嘿，若要上媒体嘛无要紧，等下来去派出所。各位朋友，他刚刚你们都有听到吧？他说他针对我嘛，他针对我，我会怕啊。我应该接起来。慢，这个我们现在在做直播，这样算骚扰我。不要紧啊，佮接起来，佮接起来，赶快佮录音吗？赶快佮录音吗？要互伊录呀？佮互录音吗？无要紧啊，佮接起来，佮录音吗？赶快录音开来，录音，你们录音。你好。因为我要去派出所啊。我要去派出所。啊！我要去派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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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派出所袂使哦，我。那我可不可以去警察局？那我可不可以去警察局？来，江大哥，刚刚你有说你要针对我，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要针对我？来，我较紧的，来，因为我等下跟你讲了要派出所啊。嘿，来，我较紧的，嘿，来，你有听到无？嘿，来，你好，嘿，你有听到？嘿，来，我等下要去派出所，因为头拄你甲我讲你要针对我，我会惊。我会惊，惊你甲我伤害啊。系啊。算。我即摆要去派，我即摆要派出所，敢会使？嘿，我敢会使去？好，你等我哦，好无？嘿，好，谢谢，拜拜。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无要紧，好，谢谢，因为头拄你有甲我录音讲你要针对我，你讲你要针对我嘛？袂啦，袂消掉啦，因为你著要穿嘛，你若要穿，就做一摆互穿起来嘛。无啦，你头拄仔甲我强，吼，好啦，你敢要互我讲话啦？头拄仔我已经互你时间讲话啊！你敢要互我时间讲话？你敢要互我时间讲话？互我讲一下好无？大哥，互我讲一两句好无？嘿，无啦，嘿啦，你因为头拄你甲我讲吼，你要针对我，我会惊，我是一个咧卖物件的生意人，你讲要，对我但是你打电话来，就是要甲我针对嘛，是不是？你是不是要甲我针对？那是不是你要针对我？是不是？好啦，我跟你讲，讲话卖呀话，无意思。嘿啦，
讲话卖赢话，嘿，讲话卖赢话，我先甲你讲，讲话卖赢话，嘿，我先甲你讲，头拄仔你咧甲我讲，你要甲我恐吓，你要针对我，所以我即摆会惊，嘿，好无？我先避案，好无？嘿，线顶朋友讲，大家讲爱先避案啦，嘿啦，咱着避案，我着即摆要去，你着无爱互我去嘛，你着电话你讲，你即摆电话着。我即摆会使甲你挂电话无？我会使甲你挂电话无？我会使甲你挂电话啊袂？我可以挂你电话了吗？我即摆要去派出所，你阁无爱互我去啊？我无去行。无对我即摆要甲你讲，我要来去派出所啊，我敢会使去？无啦，因为你都无爱互我过，我就出去嘛。因为我这是，我即马是生理场所吼，无啦，莫赢话啦，嘿啦，你讲话莫赢话啦。我即马要甲你讲的就是讲吼，嘿，无要紧，你提出证据，嘿，你提出证据反映，你嘛会使去派出所甲我告啊。无你甲我恐啊，好，线上朋友，安尼我知啊。刚刚他一直在认为说我骂他爸妈，然后他现在不爽，他要针对我，那我可不可以去报警？可以打可以，好不好？可以打可以。无啦，我问线顶的啦，嘿啦，我问线顶的啦，嘿啦。我即摆会使挂你电话无？我嘛尊重你嘛，是毋是？好啦好啦，安尼我要来备案，嘿，我来去报案。我讲就是我无食喙啦，抓出就是司法去处理就好啊，嘿啊，就好啊咩，嘿啊，吼，嘿啦，好啦嘿，无啦，我就无迄个材料这样甲你理啊，哦，你台中殡仪馆咧真棒的呢，你真棒我哪会敢哦，大哥。你讲的啊，你讲半年前你就甲我讲啊，半年前讲你算台中会准的，伫殡仪馆会准的，迄你讲的，迄你讲的呢？半年前你讲的呢？半年前你讲的，半年前你讲的。台湾头做台湾怪无人讲真棒的啦，讲道理无，讲有理无理尔啦。但是我对我私讯开出来讲，你就讲你真棒的。是今日你甲我错，钱甲我错大声哦，我无敢错哦。好啦，安尼我要去。好。大哥 ，stop， 好，懂，好，安尼，我甲你讲，我要出门啊，安尼会使无？好，安尼再见哦，拜拜。好啊，爽。等下你哋讲开嘛？电话拨掉就好啦。无，伊电话佫卡入来就骚扰啊。干完。今天的生日真的他妈的很愉快。生日愉快。我有骂他吗？刚刚从头看到尾的替我作证，我有骂他吗？他是假账号呢。你听我告我讲。他怎么还可以推半年？哎呦！不可以接，不要接。可以再接。没有那个。没有，再接骚扰了，因为我要走了。啊，我还要继续录。来，你把它按一下，再继续。继续一样的继续。好，这是第二通。喂。嘿，大哥你好。胖妞。嘿，是。我的电话费能不能给我啊？什么东西？电话费啊！我跟你讲，那么久，电话费不用本账给我。啊？你是吕松汉吗？我就知咧，干，我就听你的声就是吕松汉哦。哦，松汉哥。松汉哥。姑姑。好，拜拜。等，吕松汉等下。干。回拨给他。我发现女生她真的很调皮耶。伊就甲恁讲做趣味就是安尼啦。好啊，行去报警好啊。真的很调皮的他。吕松汉呐，他也是特殊身份，他是这样子，听声就知啊。吕好好笑，大家说吕好好笑。录音按掉。那个录音把它按掉就好了，来录音按掉就好了。来，我来去派出所。他这样子，我跟你讲真的啦，很他妈莫名其妙。我在讲我的。来，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他在执着半年的事情，刚刚有听到半年嘛？他说告赶 divorce，
这到底半年前的代志。半年前伊有传一个私讯互我传，传私讯互我传，然后伊嘛是假账号，然后讲我甲错，然后伊要甲我去甲我提告啥物件有诶无诶，然后胡凯斌嘛知影即件代志，但是迄当阵我半年前我确实我毋捌甲交过，因为人伊是啥我嘛毋知影，连他是谁我也基本上我是不知道的。那基于我们在做生意，我都打电话给他。就是刚刚那个大哥有没有？就打那个刚刚那个打进来那一个有没有？打给他，靠伊嘛是甲伊讲安尼，足等。啊，我讲真诶啦，迄当阵我就是咱讲真诶，以和为贵嘛，我就一直甲回息咧。虽然毋是我甲错诶啦，我无甲错过，你听有无？我嘛是甲回息咧，我就一直甲回。啊，伊甲半年前嘛是共款，就是一直安尼，爱你讲道理，互我听，咱嘛是一直甲回讲歹势大哥，我如果真正有甲你交着，甲你回息咧，但是我确实是无甲你交，我确实毋是咧交你，我确实不是在骂你，但是跟他一开始还是安尼，嘛是搁安尼，我凯宾无死会使去问凯宾，阿全嘛无死嘛使，啥？你咧开直播无死啊？凯宾无死会使去问你，阿全嘛无死嘛使去问，因为即件代志我拢了解，所以伊甲我开入来是物讲，我讲伊讲教干低无生，我想讲奇怪。这几年这几个月我就无捌咧共交过咧。这句话我常听某个人讲过。对啊，这句话就变个像迄个毋正经的台词去啊。对。啊，我就想起来讲，半年前就是安尼。啊，伊住伫台中殡仪馆迄边的，伊。他真正是鬼打墙。毋知影，毋知影。那时候就已经有打电话给他回了啊。做我们的时候不要理他。哎呀，迄就一直系啊，迄一直鬼打墙，一直鬼打墙。所以我甲你讲。有当时做直播的困了点就拢伫遮，都有迄足奇怪的一寡人就是要敲电话入来，然后敲袂要紧你了哦，就一直安尼，啊，浪费大家时间啦，来，帮我刷一排生日快乐啦！这一档不卖东西啦，这档无要卖物件，帮我刷一排生日快乐。等一下我们就去报警，我就去报警，然后这支电话，伊头拄有甲我讲，伊就要针对我嘛，恁有听到吧？伊就讲要针对我嘛。针对这两位，我心生畏惧，我会心生畏惧啊！我不知道说我下一步会被他怎样啊，所以我现在提前先报案嘛，那没有关系啊，还无差啊。过来啊！来，赶快去录音啊，去录音。同志。我唔知。你看一下那个。0925啦。我问看。喂，大哥你好。喂，你老邱。嘿，是的，你是。无啦，我自己打电话来甲你加入。谢谢你。你搞我讲生日快乐啦，好不好？对啦，嘿啊，谢谢你，大哥，你是哪？嘿。对啊，因为算大哥甲你报告者，伊咧讲的半年前是，我知影有即拍代志啊，所以我第一个时间就讲，你住伫台中殡仪馆迄边，啊，你家己听伊讲，嘿。迄我嘛毋知影呢，因为，嘿啊，我感觉伊就怪怪啊，嘿啊，无要紧啊。谢谢大哥，感谢你，嘿啊，我算第一个生日愿望就是祝福你身体健康，好不好？左右逢源，财源广进，谢谢你。谢谢，大家做伙加油，好不好？好，感谢你大哥，谢谢哦 ，OK， 谢谢你，拜拜。这一场是口音。现在变口音啊呢吼，即摆咱变口音啊呢。我甲你讲，我无要买啦，没有卖。这台开一定会开的草人数先的戏法，所以先在这边就对了。官方你是咧讲啥啦？官方你现在是咧讲啥？你是安怎？你等下我禁言，我袂爱骗。我猜的，头到你掌声鼓励。也无猜头到给你掌声鼓励呢，好不好？会哦，我心生畏惧哦，你唔知？迄大块好看头尔，啊，即摆咱爱去，对不对？嘿啊，好不好？嘿啦。对，现在是老修广播台。嘿啦，老修广播台啦。他再打给他啦。0482385579，你自己打啦，我要听看看官方的声音啦。好了，我跟你讲啊，我们不卖就是不卖啦，不卖东西啦，无要卖物件。啊，等下就是传的来去派出所一转，来去转派出所一转。我心生畏惧啊，好可怕。电话号码是0482385579。我感觉大家拢对有即款的，我足艰苦嘛，足疲劳的呢。足烦的。这段话你讲一定搁 YouTube 去的。一定的好不好？这段一定搁死的，我会你我。那个有在侧录的，拜托一下，侧录好看一点的呀。尤其能把它修图修掉，修瘦一点。喂。喂。关凤。喂。关凤。修关凤。
哎，好，不是啊，拍谁狗会？不是，对不起，大哥哪位？你是老邱那边吗？嘿，是的，大哥你好。啊，跟老邱呢？哦，我在这边呢。你是老邱？对啊，我在这边呢。你没有看直播吗？我听到声音了呢。对。对啊。啊，我要去毕业了，毕业了。啊，我知，我带你出发，系啊。我要毕业呢。你要去毕业，为什么？我要告你。你要告我什么？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今天不快乐，啊，不要生气了啦。好啦，我知道啦，谢谢你啦。啊，我是谁？今晚是来电100%的。我是赵江。啊，吴明进。吴明进，啊，我差45块呢。明进哥，谢谢你啦，感谢你啦，系啊。啊，今天真的不要让他们生气啊。无啦，就是讲拄好是出门的时阵拄着酒驾迄个问题啦，系啊。系啊，就是，系啊。无啦，咱嘛无甲错，嘛无甲惊。啊，伊咧讲的半年前的代志，迄我知啦。伊咧讲迄趴是我知，但是迄当阵咱嘛甲回过，但是我就确实毋捌甲交过啊。伊是啥我嘛毋知影。啊，伊就甲我讲，伊住伫台中殡仪馆倒位，啊台中会准的，安怎拄安怎安尼啊，系啊。好啦，好啦，明进哥，谢谢你啦，感谢你啦，谢谢啦，好不好？谢谢。好，谢谢。高主任呢？我明进哥是高主任，明进哥，谢谢你，好不好？我当作官讽的。大家看见，你来你就讲官方。嘿啦，啊线顶若迄大哥你搁咧看吼，咱讲真诶啦，迄半年前诶代志我就甲你报告过啊，啊确实嘛毋是我甲你交诶啦。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请问你是？我是毕信秋，很高兴为你服务。什么？毕信秋，很高兴为你服务，我是老邱。哦，你是老邱。嘿，是大哥你好。哎，你好，我是你的粉丝啊。你是哪一个？祝你生活，生日快乐。谢谢你，我也祝你身体健康，谢谢你。你声音听起来蛮年轻的呢。对啊，因为平常都看你的直播啊。谢谢。你人嘛这样贵啦。无啦，我就算较直性，你听，我比较直性子啦。对啦。嘿啦，我较直性啦。性情中人呗。嘿啊，就是你讲的性情中人，就是有啥话讲啥，啊，咱袂共款巧安尼啊。对啊，多加油哦。好，谢谢你，那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谢谢你，感谢你，接下来祝你身体健康，谢谢你。好，谢谢，拜拜。好啦，先麦卡。哦，干，阮小帮手讲你甲我摕生日蛋糕来了。那啊，生日快乐！后咧收钱。好，谢谢，最近买哈。对啊。真的哦。对啊。好啦，谢谢。啊，还有电话去买呢。好啦，快接啦。啊，嘛使人接者啊。刷掉嘛。帮我们刷一整排了。生日快乐！干，我怀疑头拄脚本是套的哦。没有。刚刚不是哦。没有。那个，等一下再打，我等一下再接。帮我刷一整排生日快乐给老邱。来，谢谢大家。我们要烤要笑嘞。哭笑不得。做阿公，子孙满堂。博生哥，等下甲卡带换你啊，等下换你卡一摆。你没有跟毛弟说生日快乐？博生哥卡来了。来，博生哥你好。请问是老邱吗？嘿，是你好。我是王晴啊。谁？嘿。谢谢你大哥，感谢你，你的祝福我已经收到啊，我收伫啊，我甲你祝福你身体健康，谢谢你，谢谢，拜拜，谢谢 ，OK， 哦，我足甘心的，谢谢你大哥，真的谢谢。一整排生日快乐。我知道了，谢谢你，大家朋友谢谢了，好不好？刷起来，刷起来。许愿哦，许愿我跟你讲，我这个人袂憨厚的，哦，我可能是我跟大家讲哦，我现在表情是比较没有什么面部表情，可是我讲认真的啦，谢谢你们。音乐再给他放一下。来。这个蛋糕要给人家看一下。买呀，卖音乐啊，卖音乐啊。来，那个第一个愿望可以许出来吗？可以啊。来，第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今天的生日，我第一个愿望，所有线上的140几位，不管是粉丝、走过路过、特殊身份，我希望你们平安顺遂，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我希望说我的直播台能持续的带给你们正能量，而不是一直在负能量。那我也希望说我在这边跟你们加油。那请你们这100多位的朋友为台湾加油。第三个就不能说了，对不对？第三个就是放心里许愿。好，许完了。还有，你知道小明哥对你多好吗？还有我们贤贤。贤贤啊，贤贤。生日卡片啊，你看啊。这样够白记啊！家己编你哦。家己偷偷去画哦。这你家己画啊？这凯宾因囝画给我的生日礼物啊！这有缘则得吼，有缘则得。我今日变抠啊我，你敢不知？喂，胖鹦鹉临时粉丝团，你好，毕星球，很高兴为你服务。好球。嘿。